先生你好，太太你好，我有自我介紹，我叫對安蘇麗噶。我而家25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。我喺街度，我讀到初中畢業。我有一個兄弟，我背第二，我驚教。我喺學校學。做家務、做清潔、用電器、洗車當衫、照顧老人家、小朋友當做 BB。我亦有學煮餸，我識煮煎蛋、煎魚、炒菜，我煮廣東煲湯。先生太太，我要煮肉，但係我唔識煮肉。學校有教我做 BB， 照顧 BB 要灑手線。我有學轉禮、洗禮轉、殺禮轉，幫 BB 換尿片，幫 BB 沖涼。BB 喊我會打下尿片係咪濕咗 ？BB 係咪凍？BB 唔舒服，我會話俾太太知。我識講身體部分，呢個係頭髮，呢個係眼，呢個係鼻哥，呢個係嘴，呢個係耳仔，呢個係頸，呢個係膊頭。我識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先生太太，我識唱歌，係呢度中意，係嗰度中意，係邊度我嘅心中意，係印尼中意，係香港中意，係邊度我嘅心中意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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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先生太太。我要喺香港做嘢，因為我要揾錢俾屋企人。我應承會定話老實咁做嘢，唔講大話，唔駁嘴，做完2年嘅合約。多謝先生，多謝太太，我哋喺香港見啦，拜拜。